说水个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讲添丁说添丁，添丁说不尽，传奇人物廖添丁。今日咱来讲廖添丁功夫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好到阿刀国就听，功夫盖刀国省。国政啊，今日要讲日本时代廖添丁，我就去并大日大书典内底有记载一寡用词，现代书典较无。可见讲早前老辈有咧讲。毋过少年辈咱来咧研究台湾话，想要学台湾话，想要日常应用，即个词甲捡起来有好无歹。功夫盖刀国省，即个盖刀能力就是压刀，压刀正人，安尼叫做盖刀。廖添丁功夫好，啊，到底是好到什么程度？人伊吼，甲你近身伫咧相前，无论少林、武当倒一排高手来，又在条出手甲你点断。即两字点断，大日大书典内底原来有记载。你若讲老辈。咱伫咧看武侠出内底，确实有迄个手比落去，敢若碰着人的血筋尔，袂顶袂动的。较早加减减拢捌看。啊，你若讲国术馆有咧超筋接骨者的师傅，原来有在条甲你解说，有在条甲你分析讲是安怎点落血袂行，安尼叫做点断。总是一句话吼，即摆少年家已经较成熟啊。即摆有时啊讲点线尔，较少人咧讲点断，毋若干那安尼尔。若讲真练功夫好，人高手来到面前，甲点断阁无够哦，规定人甲咱围起来拍的时阵，廖添丁迄条骹筋，下伫咧腰迄条骹筋，摕出来术，拖出来正跳3段6，倒跳7段2，让伊消闪凌厉哦。这两字消闪，消闪就是闪开的意思。大日大书典内底原来有记载，表示讲吼，人咧拍咱会晓背，会晓闪，安尼骹手魅力这种描写。啊，当然啦，敢若闪阁无效，高对质的，大家写落去，阁有在条斩甲红开腔。哦，这两字开腔，大日大书典内底就两种解说啊。一种讲吼，箱啊啦、拄啊啦，接顺的所在裂开，安尼叫做开腔啦。啊，另外一种吼，讲约束的代志变无效，安尼原来讲叫做开腔啦。啊，咱伫遮咧应用斩甲红开腔，头拄啊，咱咧讲箱啊裂开就讲开腔啊，斩甲伊顶八卦。安尼吐血，当然嘛是讲做开腔啊。社会上确实有这款应用无毋对，啊，高像今日是用短的故事，讲一个传奇人物廖添丁，就咧探讨讲，大日大书典内底原来有真侪老辈咧讲的台语的用词啦。